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农村呢，现在还是比较落后的了。我们革命的青年最在最艰苦的地方的吧，锻炼自己，同时用自己的双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的革命的青年的决心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头的吧，就是以抓革命促生产，争取多大粮食的支援世界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吧，我们愿意一辈子在农村艰苦奋斗一辈子。毛主席教导我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仆后继，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统统都会被消灭。